然而有那个平衡，简单。只是未到伤心时，对吧？是。伊甲咱毋是亲情，只有是丢道一面，但是伊对咱比亲情搁好。为什么后来安尼感受呢？因为后来爸爸该走不走？那么在咱后学的这个生命的记忆当中呢，那种父亲的爱没有感受到，但是有到了，等来台南袂啊，我来感受讲，什么才叫做天伦之乐？那种对爸爸那种情怀啊，真的还是或许几乎是没有什么印象，因为我爸爸很早就归化，所以拄着江连任，然后总是享有那种父子之情。虽然他不是后贤的亲生爸爸，但是那种天性，那个天性。或者你讲是讲，咱对着道经、易经、天灵经，迄个天性，其实是流传伫咱在座各位咱的心内底，伊无故意，伊无条件，伊无所谓的地位分别，这叫做天性。所以咱一直听讲，啥物叫做道经，啥物叫做易经，啥物叫做天灵经，伊信的。咱无真正去亲自去了解、受到真实的人，咱无法度去感受人咧讲的这个意见。第二呢，或许要各位看这个题，这啥物来简单？毋是手机啊！这条啥？汽车玻璃。或许迄台车吼，可能拢用这条。这条偌久啊？你敢知？各位前人？30-40吨。无甲30吨。无甲30吨。咱迄个颜良辉先生，各位有捌无？种迄个红会呢，他的儿子昨天有来入班。红星啊。红星因囝嘛，对无？良辉先生梁大主嘛。伊迄阵咧种火好，咱或许嘛，迄阵甲伊甲江岭临时属于是迄个母牛卫生嘛卫生食母牛，敢若食大牛啊！母牛若要食卫生，敢若食屁丁啊！真正有感受咧。阮大姐儿子吼，伊去宣传长，讲叫我甲支持，叫我一个支持，就是爱钱啦。我讲我无欠你该支持，讲卖啦，阿舅，天顶天公地母讲，讲你即阵在你讲我，讲平常时拢无来你迄度，讲条件简单，你叫我支持会使，你度20个，我会真正去度人，所以度人咱就一定爱履行咱的这个承诺。因是这个卫生保护管理，这条好势保持较紧，伊迄阵还未规空送好势较紧，我。好险从来不换，除非把它用到烂掉、破掉，不能用。为什么？睹物思情。看到一项物件，咱就去怀念这个人。当时伊病得你严重的时阵，听到咱怀念道亲人，伊拢去咸宁念遐，陪咱伫遐坐。有一天姐姐在训伊，我带一个讲，哎呦，你哪会在训伊？原来他已经癌症的末期，癌症的末期，他的那个免疫力都降低了，抵抗力非常弱，小可操的吼，人会死。但是伊迄个意志就是讲，看到华人道亲来，伊搁较软吼，都一定要来看咱。
甲咱讲几句话，甲咱鼓励也好。迄阵咱无去感受讲，迄一个前辈者为虾米伊在迄个情形之下，背汉会当，伊阁会当来做这件事。啊，要咱咱倒面层啊，等死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为了倒就收倒，伊认同的这个理念，所以呢，国较安怎无用，伊一定来看咱华人的好事。所以，或者即摆干嘛讲吼？有钱选真好，对不？是。咱有人讲，有钱人真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即摆讲其实咧，有付钱人真好。因为咱有钱人就好诶，咱钱人嘛有钱嘛，咱听书才见啊，照这个道理去修，咱慢慢咱会改变咱的思想行为，随着会改变咱的因果改变，然后改变你的生活改变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建议甲咱准备就好了。即毛价钱都较好，有付钱人哦，咱讲一家拢不出去。哦，啊，当然这是开玩笑哈。就表示讲，咱道中充满了温暖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祝福。但是，咱是去感受，这就要每一个人自己去感悟。啊，所以呢，对友啊甲建言，咱一定要懂得爱惜跟尊重。咱千万唔能看不起人来。千万唔能看不起前辈者，千万唔能去看不起讲啊！你拢有啦，字也看袂，但是你也看嘛，伊的诚心你对得着咧。昨昏咱好像问一位前生，讲啊，你平常你学啥？伊讲啊，我毋捌字咧，但是清净经会晓背，弥勒真经会晓背，心经会晓背，理应大同经会晓背，啊，道之宗会晓背，讲你考试考10几科啦。哦，咱的话讲，真正道是真的，道是真的呢，因为自性起用无所不能。问题是讲你愿不愿意，就差这一步。道绝对是真的，道绝对是真的，但是咱的心是真正要安尼做，要来想。你愿意放下某些的欲望，而愿意去承担上天给你的明命吗？你愿不愿意？所以今日咱年终回顾除了去了解这个修道的生命的实相，后面的愿力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第四呢，对天命要绝对的认同。道到底是啥物？庄子讲，道在提拜，道在鼓励，道在使命。其实道是无所不在。道在咱的身躯边，但是你如何感受，伊甲你是产生隔阂。咱目睭所看的，只有看到三维空间，叫做立体。三维以外，我们看不到，咱看袂到。但科学家人讲，即马宇宙当中超过3维 N7无限维，到了无限的空间的延伸，真的是有那个世界，真正有那个世界。但是咱这个叫做肉眼，这个叫做色眼所看的叫做有限。肉眼就是安怎呢？见前不见后，我这光呢就看袂到啊，见光不见暗。啊，所以为虾米佛有5眼？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啥物眼？慧眼，还有啥物眼？法眼，华严。搁一个法眼，啊，搁是啥物眼？佛眼。哦，啊，有5眼就六通，啊，会做官会参议，会做医生会看病，啊。所以呢，你只要你甲道好啊修，好啊去领悟去感受，自然而然，你的智慧伊就不断的成长，水到自然趋成。所以呢，咱对天命绝对不能怀疑。你怀疑天命，等于否定自己。咱常来讲道经、理经、天命经，咱就做人讲一经一切经，万境如之心，即是真心。问题是你心无真，后壁拢假，对不对？你心若真，随假有真。各位听得出这句话的意涵吗？你心若假，随真嘛是假哦。但心若真，随假有真。
所以受到一定爱为这种的意见，会当去甲伊吼克制。第五，对书面一定爱忠诚。或者引述这个苏联总统普京的一句话，各位大家看一下这是普京的全名弗拉基米尔·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。很了这个名字有够长咱头仔是讲叫做普京，还是细棒，还是细姜安尼尔，唔知讲差钱安尼长啦。弗拉基米尔·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。大家全世界拢甲叫后壁这两字普京。那这句话是怎讲的？来，大家念一下，来。没有忠诚，能力一文不值。所以先问是爱你的钱，不是爱你的能力。不是爱你外在一切，爱你迄个心。要我们图尔这颗心。不爱图的金，不爱图的银，只爱图尔的这颗心。我这上讲啊，先罗班的是咱的有师尊讲，伊是咱的像有哪讲啥？上讲是不是咱师尊讲的？师尊讲的，或是一定是安尼嘛不爱尔的金嘛，也不爱尔的银嘛，只要。爱尔的好心田嘛，心田的这样，心田心田合起来叫做思嘛，咱的心念的念头的念，思维的这个念，迄个思维念头物件叫做因。咱在因地上，如果对生命诠释不够清楚明白，都会造业。所谓的造业是讲，你唔知影去做的唔对，安尼造业。我无看到安丁那个龙回刚刚甲你砸起来，你怎么没有看到？你怎么闯红灯？我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请问会不会罚款？会去中国大陆伊是拢无交通检查，伊边仔用迄个摄影机，你做你都唔要紧，一个月到甲你囝带来。大量若超过考超过12分，就要吊销驾照，重新再考证。或者初期去开车拢，逐年拢超过30几分，拢超风啊！因为直行不能右转，不能左转；右行不能直转，不能左转。迄个交通规则甲咱台湾是拢无共款啊。但是咱伫台湾开惯势去甲遐拢照台湾的惯性去行，结果拢去互去上，罚款6万块。超过12分变了。人家的老师就讲：“简老师，你又被开单了呢。那么多没关系，我的借你扣。”他拿他的驾照去抵押，一个人一年会当考12分。咱考30几分就爱几个人？爱3个啊，2个甲3个袂当甲考了考了嘛几年来拄好考完去考1分去就吊执照所以呢，咱拢用安尼去抵消，所以咱的驾照就去考。然后我想讲，这个了钱无大钱真无民主。遐同修讲，简老师怎么常常在犯规后来就一直减到尾真正会减到标准，嘛是有扣分12分内，12分内，真太赖伊个扣分是扣了你交通部甲你开单，你爱搁去摕银行去拿钱的，足麻烦的。是像咱台湾讲你犯规去甲你怎么样，看爱偌济钱做你扣无代志，伊迄毋是呢，扣了记录了，搁互你分单，甲你开单，你搁去银行甲你去拿钱，很麻烦。但是大陆人太管理了，所以伊只有用这个制度来管理。那么众生无量无边，先不边那样管理，歹管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定了佛规礼节，大家若照佛规礼节，咱就拢袂扣分啦，对无？咱若照佛规礼节，如是修，如是行，如是做，咱自然会当平安无事。
所以对着天命，咱一定爱有认同，无认同，那么互你能力更较好，白搭。所以咱孔老师讲，若有人如有人如周公之礼，书雕请人，其意不足观也。我一个人，伊有才华，伊有口才，伊有能力，伊有钱财，伊有势力，但是呢，骄傲自大，这个人在道德当中呢，绝对袂去接受安尼的这个语言，一定是该叫来教育，互伊去除了我见我知，然后慢慢的互伊恢复本来。所以咱一个人在道德中，在修持当中，咱一定爱懂得天命跟使命。对天命一定爱认同，你无认同天命，就是无认同咱自己。因为佛法在世间嘛，不离世间教，离世伫菩提考虑求破教。那简单讲就是讲，道就是伫咱的心上啊。道伫咱的心上，咱才阁去着道理，阁好着。